位馬迷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歡迎收聽舉手不回，我係白切雞。嚟到6月尾，今次沙田日賽11場排得密密麻麻，形勢多變。信我白切雞已經幫你哋逐場分析，為你哋手中飛飛提供最實用嘅心水。第一場第5班草地1004米，首選3號線路萬里，由潘頓策騎，兩段快段加持，配合近期火氣十足。10號全城大勝，亦有兩段末段做腳，梁家俊主排位階，5號領創動力見末段快段，霍宏星拍沈集成，潛力不足。12號全程路通3仗皆見兩段，蔡明少操刀，有力爭位。第二場第5班草地1002米，首推4號聖多多3仗皆兩段，黃志宏減5磅配搭丁馬，走勢凌厲。2號東方福保由潘頓主，狀態大勇，兩段腳法可信。8號拉得凌厲跑法主動，兩段段速配合。11號夢幻進區雙段與末段皆快，值得列作後備。第3場第3班草地2000米，6號君子全城連場兩段快段，潘頓柏告東尼配搭甲德正，2號愛心神區同見末段兩段狀態一流。7號青雲龍區評分進步穩定，田泰安出擊爭前。3號共享富裕近仗腳法改善，黃志宏減磅幫到手。第4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5號合夥飛馳潘頓主，狀態明顯回勇。4號金創福威末段兩段皆紅字，艾杜拿柏泥馬信心十足。14號發光發亮近期評分大爆，蔡明少主值得追捧。7號天天更好穩定發揮，楊明倫柏羅馬可守可攻。第5場第4班草地2000米，6號雙贏連仗兩段紅字，潘頓再上陣難擋。5號幸運同行同樣見雙段，表現穩健。13號暴風雷暴段紅字有力，蔡明少拍5馬可突圍。12號勇進當銳見兩段快段，田泰安主近況漸起。第6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1號幸運多彩3段紅字，梁家俊拍文馬走勢最勇。2號實力派潘頓拍賀賢，兩段段速穩定。13號遙遙日上亦見兩段腳法，排位偏外但形勢適合。4號拍馬難追數據不足，兩段快段有保證。第7場第4班全天候1650米，9號川河營區潘頓操刀，走勢出色，一拍即合。10號風吹繼續吹連仗兩段，形勢極佳。11號大利好運艾杜拿拍賽馬，兩段快段腳法鮮明。6號天時明區霍宏星拍希斯馬，末段發揮穩定。第8場第1班草地1000米，2號氣勢紅字評分全面制霸，艾杜拿主信心之選。6號馬力潘頓策騎見兩段爆發，搏殺型。1號魔術控制3仗連段速強勁，狀態超班。3號美麗第一巴道拍告馬，部署明顯。第9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1號唐不甩3段皆紅，梁家俊拍無馬絕配。3號嘉英晉升潘頓壓陣，爆發力驚人。9號長龍區見雙段紅字，艾杜拿操刀，機會佳。14號銳一3段快段，有力後上搶鏡。第10場第3班全天候1650米，5號自跑得3段皆紅，梁家俊上陣目標明確。2號黃龍飛將蔡明少主，連場兩段力逼對手。6號超加潘頓拍搖馬，雙段配末段，堅實穩陣。11號勝意艾少禮操刀，報段出色可偷襲。第11場第3班草地1004米，3號嘉應騎兵3仗雙段紅，潘明輝騎賀賢馬信心十足。4號喜尊龍潘頓加持，連場紅段可發揮。2號唐武士黃志宏拍方馬，亦見雙段快段。10號紅愛射董明朗操刀，後勁出眾可追。